来关心凯比风台伫7月底时扫去北韩，是造成北韩做大水，嘛发生水崩山，阁有几若千人死亡。南韩的媒体即马就报讲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针对这件代志真生气，已经处决30个地方的官员。另外，初4暗到初5的早起，北韩又阁向南韩发超过400粒喷射鸡龟仔，内底有20多粒落伫首都首尔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豆豆行落山坡，坐树林船去视察灾情。北韩7月底因为凯比风台侵袭，和北部的珠江道、有平安北道地区严重做大水，甲土石流，造成4000人死亡，有15000人无厝通转去。韩联社报道，风台造成重大灾情，让金正恩真生气，谴责官员无对暴雨的灾情做好准备甲应对。伊伫视察各地灾区了后，伫8月31日主持劳动党的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时，表示会严格处罚部分的干部，认为这些官员无做好劳动党甲国家互因的重要职务，才会发生这么多无法度原谅的人员伤亡。纽约邮报引用南韩媒体 TV 朝鲜的报道，讲金正恩伫8月底用伫做大水期间涉嫌贪腐失职做理由，下令处决20名到30名的地方官员。这些官员真侪拢是同灾区珠江道的官员，包括北韩的社会安全大臣、平安北道有珠江道党委会责任书记张凤勋，有朝鲜劳动党公安部长李泰燮，拢伫紧急会议内底互撤职。不过正式传出处决官员的消息，阁无法度证实。除了做大水天处官员以外，北韩阁一摆向南韩空飘喷射鸡龟。根据韩联社引用南韩合同参标本部的消息报道，北韩初4暗时向南韩空飘大约420个喷射鸡龟以后，初5早起9点外，又阁飘送另外一批喷射鸡龟。暂时已经有20外个鸡龟落伫首尔甲京畿道的北部。当局检查了后，发现飘送的物品是废纸，有塑胶干仔这的喷射，无有害物质，袂对大众造成危险。这嘛是北韩伫1个月以后，今年第13届向南韩空飘喷射鸡龟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。